1856年夏天，一個行雷閃電的夜晚，喺奧空軍事邊境加斯皮附近嘅一個叫史井村莊裏面，一個塞爾維亞家庭剛剛有一個 BB 出世。助產士認為佢係一個風暴之子，孕婦回應他：唔係，係光明之真。呢個嬰兒就係舊斯拉夫教會東正教嘅儀式下受洗，洗禮證書寫住佢喺儒略曆6月28號，即公元1856年7月10號出世，並由神父 Toma Oklabzija 為其洗禮。時間推向1862年，Tesla 嘅父親被任命為加斯皮一間教堂成為當地牧師，全家人亦因此搬去加斯皮居住。Tesla 喺度完成咗 Lower Real Gymnasium 課程，然後升讀 Real Gymnasium 課程。由於成績太過優異，又唔需要書寫直接思考出答案，被老師認為出貓。之後發現他真的能夠解出所有問題，而且更能答出更多其他資料。老師重新信服這個小孩真的優秀。除咗自身外，他母親喜歡工具創作，亦是令他從生活中知道學習的樂趣。除咗家人之外，家裏仲有養馬、貓等等。而那隻貓是一隻黑貓，它叫 Macaque。有次 Tesla 與 Macaque 玩時，輕撫它的身體，它的毛突然起，以及產生靜電時，甚至發出火花，這現象令他對電流產生了濃厚嘅興趣。呢個令到世界充滿光明嘅傳奇人物故事，亦由此而起。